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為航運、航空同貿易界注入更大發展動能。其中喺海運服務業方面，建議為合資格大宗商品貿易商提供半稅優惠。香港係世界領先嘅國際航運中心，過去數年政府推出咗一系列惠及航運業發展嘅稅務措施，因應國際稅務規則嘅改變，我哋正係優化呢啲措施，包括為營運租約下嘅船舶出租商提供船舶購置開支嘅稅務扣除，為帶動海運服務嘅發展，我哋亦都建議為合資格大宗商品貿易商提供半稅優惠。明年上半年會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佢又話，政府會喺今年成立香港海運港口發展局，加強相關研究、推廣同人力培訓，並已預留2億1500萬元發展智慧港口。航空業方面，陳茂波話，機場管理局已經同一間海外領先嘅航空服務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第一個飛機部件處理及交易中心。香港亦都會助力國家自主研發嘅 C919 飛機打入國際市場。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會擴展培訓課程，至到涵蓋同 C919 飛機相關範疇。陳茂波話，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發揮住內聯外通嘅獨特優勢，助力國家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預算案提出向2個基金合共注資15億元，支持本地企業發展同走出去。我哋會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同埋拓展內銷市場嘅專項基金及市場推廣及工商機構支援基金合共注資15億元，並優化佢嘅申請安排。中小企融資專責組承諾盡量作出彈性安排，減輕中小企資金周轉壓力。參與銀行喺佢哋嘅貸款組合嘅額度中，為中小企預留嘅融資部分增加到超過3900億元。陳茂波又話，政府正係同馬來西亞同沙特阿拉伯政府商討開設經濟貿易辦事處，吸引更多全球南方嘅企業同投資。香港會繼續發揮作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嘅角色。第10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會喺9月舉辦。